3.1.2 迴響。1. 猶太精英。結識咗呢位奧地利猶太醫生，你有咩感想？筆者倒抽一口涼氣，又佩服又心寒。呢位猶太醫生的確聰明、機敏、勤奮、好學，思想系統既精微又龐大，不愧係猶太嘅精英。無論讀者鍾唔鍾意弗洛伊德，佢畢竟係20世紀戰後40年代一個思想巨擘。美國詩人奧登評論弗洛伊德話：對我哋嚟講呢，佢已經唔係一個人，而係整個輿論氛圍。弗洛伊德對文學同心理學界嘅影響係好深遠嘅。佢嘅思想猶如對現代精神嘅一種腐蝕劑，顛覆咗傳統嘅價值觀。世界上再冇神、冇罪、冇良知道德、冇邪惡好壞，人生只係一連串互為因果嘅生物驅動力嘅必然現象。容許筆者大膽評論弗洛伊德聰明、機敏、才智過人，但卻唔可愛。佢故事話俾我哋聽，佢基本上係一位冷傲自恃、唔易親近嘅人物。難怪佢所主張嘅治療手法，要輔導員同案主盡量保持距離，無需親近接觸。筆者會喺後面嘅篇幅引述例子詳細說明。從弗洛伊德嘅人生，筆者有一個領悟：一個大膽、聰明、勤奮、成就欲強嘅人，加上後天機會，就會成為著名人物。如果唔係成就大善，就係成就大惡。在此，眾生必須祈求上主憐恤，救我們脫離兇惡。2. 學說嘅緣起。弗洛伊德嘅研究並非出於對貧富病患者嘅具體承擔同關懷，而鑽研出嚟嘅一門精神病理學。佢只係一個出名嘅優異學生，喺學說從中碰撞摸索，開出一條可以獲得榮譽嘅路途。呢個亦都係眾生常常選取嘅路。呢個研究嘅動力既唔係性驅力，亦都唔係死亡驅力，而係榮譽驅力。可惜弗洛伊德卻冇特別研究呢一點。弗洛伊德人生嘅碰撞過程係咁樣嘅。起初係研究癬嘅生殖細胞，希望藉此了解猶太人種族不斷流徙嘅關聯，但佢嘅研究失敗咗。傳記研究學家推斷，呢個生殖研究嘅挫敗經驗，或者埋伏咗佢日後對性要求、性挫折高度強調嘅潛在心因。弗洛伊德用 it 原我一詞，係受一個德國醫生格羅德以及尼采嘅啟發。尼采更認為人性中隱秘嘅、未被文明化嘅原我嘅力量，潛藏喺無意識之中。受到呢一啲啟發，弗洛伊德沿住人類趨樂避苦嘅傾向，創造出超我、原我、本我嘅觀念。趨樂避苦係人性嘅傾向，卻唔係必然嘅選擇，更加唔係人生嘅目的同理想。但自弗洛伊德學說流行之後，趨樂避苦成為咗似乎係必然同合理嘅選擇。相反，人類對良知、理想、美善人格嘅追求被標籤為超我，被判為古老宗教權威嘅殘餘記憶。呢個微妙嘅偷步轉化，直到今日仍然影響深遠，甚至成為人生態度嘅指南。因為研究癬嘅生殖生態無所收穫，弗洛伊德轉到咗醫學系。聰明嘅弗洛伊德受到熱力學第一定律啟發，認為人類係一堆能量系統，逐漸發展出潛意識能量嘅心理學說。弗洛伊德嘅自由聯想治療手法本來係榮格獨自發明嘅，弗洛伊德借用嘅啫。筆者曾醉心文學，即刻好明瞭意識流嘅小說技巧同自由聯想嘅共通之處。而呢個共通之處亦都係靈修操練中嘅默想、默觀、內觀嘅共同通道。潛意識同自由聯想亦都係文學同戲劇嘅表演手法，經常用嚟呈現人類內心嘅善惡鬥爭。弗洛伊德憑佢出色嘅推理同整合能力，喺學術從中碰撞、收集、整理同總結出佢嘅理論。3. 驚人嘅影響力。據筆者觀察，
中國人有盲目崇拜權威嘅傾向，於是有一種普遍思想存在喺中國人心入面，凡係有影響力嘅立論呢，大概都唔會錯嘅。但凡係博士同埋學者嘅立論一定可取。結果係點？咁樣嘅思想模式呢，籠罩住社工群體同輔導人員，形成自卑、崇拜權威、不求甚解嘅學習風氣。呢個現象讓我哋體會胡適先生通過描寫差不多先生所發出嘅吶喊，講出咗中國人欠缺精確嘅思想同批判精神，要戒除中國人不求甚解嘅陋習。筆者借弗洛伊德嚟觀照一下，凡有影響力就幾乎係真理嘅思維。首先，筆者絕唔敢抹殺弗洛伊德對於心理學界同文學界嘅重大影響同貢獻。筆者只係想提出唔同學者研究弗洛伊德立論產生影響力嘅因素。一、弗洛伊德出生喺仍然視性為禁忌嘅19世紀。弗洛伊德喺19世紀大膽發表性幻想、性衝動呢啲立論，而且將呢啲討論由原本嘅色情層級提升到大學殿堂，點能夠唔引起譁然反應？二、弗洛伊德將創傷性嘅經驗定位於童年經驗，認為精神病理嚟自孩童嘅戀母情意結。呢個立論大大刺傷咗充滿浪漫色彩嘅維多利亞精神。孩童係天真爛漫嘅，呢個信念一下子就變成神話，當然係會引起反感啦。而反感都係反應，結果當然係引起廣泛注意。第三，16世紀教會因為宗教改革運動而分裂，隨後馬克思、達爾文嘅思潮令到教會充滿危機感。浪漫主義過去之後，又到實證主義抬頭。普法戰爭中，德意志思潮勃興。人類精神苦悶，尼采話上帝已死。弗洛伊德對於人嘅思考全面又廣泛，正好填補咗呢個精神苦悶嘅空位。按斯特隆伯格觀察，弗洛伊德成為一代奇才嘅關鍵，在於佢文學根底深厚。佢倡導嘅概念，例如戀母情意結、自戀情意結、情感淨化，全部都有文學嘅根源可尋。呢個有助佢倡導嘅概念普及化，並且產生說服力。佢嘅影響力其實都係嚟自文學嘅共鳴同埋震撼力。第五，筆者認為弗洛伊德提及嘅性衝動、生死驅力、戀母情意結、夢境嘅內涵等等，觸及人類心靈深處嘅共同經歷。弗洛伊德經歷中年危機之後，情緒困擾、抑鬱、失眠，但呢個亦都係佢觀察同創建嘅豐收期。由此可見，當一個人深入體驗同觀察自身痛苦嘅時候，先能夠發現人類共通嘅心靈流動。弗洛伊德只不過係為自身嘅經驗冠以新嘅心理學名詞同機械論嘅解釋啫。呢個就係我哋對心理分析學說唔能夠完全接納，又唔能夠完全忽視嘅矛盾之處。因為人嘅性衝動、生死張力、夢境內涵係人類心靈深處共同體驗嘅元素材。弗洛伊德運用佢嘅聰明，巧妙咁奪取咗獨家解釋權啫。弗洛伊德唔單止影響心理學，仲影響文學，甚至影響維根斯坦，亦都難怪李普曼咁樣評論。呢位維也納嘅心理學家已經對人類嘅思想同行為產生咗衝擊，佢嘅後果好少有人敢去預測。